紅燈籠出沒注意，3架英倫風紅色九巴已經喺街行緊啦。獲得政府延長專營權10年嘅九巴，承諾咗會投資38億換新巴士。最近就有3架新巴士剛剛落地，行走3條路線：1A 秀茂坪至尖沙咀，960屯門健生至灣仔北，978粉嶺華明至灣仔北。到今年底，新巴士會增加到70架。新巴士車身主要係紅色，配以銀色 KMB 標誌，外形好有倫敦巴士 feel。車廂內籠以仿木同埋啡色為主，座位設計配合亞洲人身形，重新調節頭枕同椅背嘅比例，令乘客坐得更舒服。車廂入面有好多新設施，佢有12個 USB 插頭可以為手機充電，分佈喺下層車尾8個，輪椅位2個，上層車尾2個，又有免費 WiFi 無線上網。下層有顯示器提示上層仲有冇空位，唔使再走上走落揾位咁煩。新九巴車身用紅色其實係復古，上世紀30年代九巴嘅單層巴士已經係紅色，1949年開始引入雙層巴士，車身都一直係紅色為主，有款珍寶巴士仲俾人叫紅燈籠。80年代初，因為乘客量增加，九巴引入12米長嘅丹尼士巨龍巴士，車身改為米黃色。呢啲熱狗巴士到幾年前至全部退役。九巴由90年代開始冷氣化，冷氣巴士改為白色車身，所以又叫做白板車。至於依家嘅香檳金色巴士，喺2000年前後登場。金色巴士喺超低地台門邊留咗空位俾輪椅停放，座椅間隔亦寬敞咗。當年係先進嘅新設計，金巴今後將會逐漸被新巴士取代。